昨早起呢，这台南成功大学的成功校区有10多只外来种的鸟仔去弄到玻璃死亡。这野鸟急救站的人员就咧怀疑讲，一寡鸟仔可能是食到发芽的树籽，袂输是酒水共款，才去弄到玻璃。教室外通路几多只死去的鸟仔，敢若剩3只爱叮当，算死去甲昏去的鸟仔拢总12只，拢是外来种飞龙鸟。鸟仔死亡前，有人听到物件弄到窗仔门的声，怀疑是规定鸟仔弄窗仔门造成的。有鸟直接撞到窗户上面，所以下课后我就去看，就变成看到同一排啊，走廊同一排啊，就很多鸟就躺在地上。台南社大研究员林正汉讲，还有开的飞龙鸟送去野鸟急救站，因为是生态真侪外来种，敢会当人道移除。不过鸟仔弄窗仔门的情况较罕见，急救站的人员怀疑是鸟仔食到发芽的水果酒水了后，才会弄玻璃。里面会有一些像是酵母菌，或者说肠粉，会造成一些像是无氧的一些分解里面的糖分的一个状况。那这些糖分在分解的过程，这些所谓的酵母，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像是酒精类的东西。兽医师是讲，野外亲像白头壳啊、青猪啊这种专门食浆果类的鸟啊，才会去拄着。若无适宜食到，就若亲像人食酒水共款，平衡系统会出问题。伫飞的时阵会弄到物件，也是为空中落来、链来地面去互车搞死。不过，台湾野鸟保护协会表示，鸟仔上大的隐形杀手其实是窗仔门。窗户就会呈现它玻璃对面的树木的反射，那鸟类它在飞行的时候，可能误以为可以穿透过去，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撞击。台湾野鸟保护协会表示，台湾伫东亚重要的大鸟迁徙路途，不管是台湾原生种，还是过境的大鸟，拢有可能弄到玻璃。呼吁业者还是民众，伫规大片玻璃，还是伤光的玻璃顶，增加一寡图样，通减少鸟仔去弄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